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，财务管理成为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如何有效地管理财务，实现资产增值，已成为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技能。本文将从第三者的视角探讨一些实用的理财小技巧和投资建议，帮助读者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。1. 制定预算计划。预算是财务管理的基石，它能帮助个人或家庭清楚地了解每月的收入和支出。制定预算的第一步是记录所有的收入来源，包括工资、奖金、投资收益等。接下来，详细列出每一项支出，包括必要支出，如房租、水电费、食品，和可选支出，如娱乐、旅行。透过这种方式，个人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财务状况，并找出节省的空间。2. 建立紧急基金。许多理财专家建议，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紧急基金，以应对突发的财务危机。理想的紧急基金应该能覆盖3到6个月的生活费用。这笔资金应存放在容易举用的账户中，例如储蓄账户，这样在需要时能迅速提取。建立紧急基金不仅能减少财务压力，还能提升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抵抗力。3. 明智的债务管理。在现代社会中，债务几乎无法避免。然而，如何管理债务则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的技巧。首先，应该清楚区分必要债务和不必要债务。必要债务如房贷或学贷，通常有助于资产增值，而不必要债务如信用卡债务，则应尽量避免。若已经被负不必要的债务，应考虑制定还款计划，优先还清利率较高的债务，并尽量减少额外的消费。4. 投资知识的提升。投资是一种增值财富的重要方式，然而许多人对投资的认识仍然不足。了解不同的投资工具如股票、债券、基金和房地产，并学会评估风险和收益，是成功投资的关键。投资者可以参加一些专业课程，阅读相关书籍或寻求专业理财顾问的建议，以提升自己的投资知识和技巧。5. 分散投资风险。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是投资的一条金科玉律。分散投资能降低整体风险。投资者应该考虑将资金分散到不同的资产类别和市场中，例如股票、债券、基金和房地产等。这样，即使某一类资产表现不佳，整体投资组合仍能保持稳定的增长。6. 定期检查财务状况。财务管理并非一次性任务，而是需要定期检查和调整的过程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个人应该回顾自己的预算、支出和投资状况，检查是否达到预期目标。如果发现偏差，应及时调整策略。例如，若某项投资表现不佳，可以考虑重新配置资产，将资金转向其他增值潜力较大的项目。7. 设置财务目标。设置清晰的财务目标有助于激励个人持之以恒地追求财务自由。这些目标可以是短期的，如储蓄购买新车，或是长期的，如退休金的累积。具体的目标能够帮助个人保持专注，并制定相应的计划来达成这些目标。8. 掌握基本的理财工具。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，越来越多的理财工具应运而生。个人应该学会使用各种理财应用程序和在线平台来帮助管理财务。例如，使用记账应用可以便捷地记录每日支出，而投资平台则能提供及时的市场资讯和投资选择。掌握这些工具能大幅提升财务管理的效率。9. 培养理财习惯。理财是一种习惯，良好的理财习惯能够带来长期的财务稳定。无论是每月定期存款，还是养成记账的习惯，都能帮助个人更好地掌控财务。逐渐养成这些习惯后，个人的财务状况将会变得更加健康，并更有可能实现财务目标。10. 寻求专业建议。
虽然许多人可以自学理财知识，但有时寻求专业建议也是明智之举。专业的理财顾问能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提供量身定制的建议，帮助其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。在选择顾问时，应考虑其资质、经验和过往业绩，以确保得到的建议是可靠的。结论：财务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涉及预算、储蓄、投资和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。通过制定合理的预算、建立紧急基金、明智管理债务以及提升投资知识，个人可以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财务，实现资产增值。最重要的是，良好的财务管理习惯能够为未来的财务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。